掩盖客床的神秘面纱，行到戏棚下真实记录。我係唔一樣，一啲好看戲劇嘅新聞主播，我能談論客床人嘅腳步，對台灣到世界，對表演到內在靈魂，看到人呢堅持同熱情，發現真有意思嘅幕後人生。台灣更加有引來印度嘅藝術節度，有位非常特別的，還會變做當年嗰度好看表演嘅人，聽錯嘅期待，會去搶票嘅喲。一擺幕後有意思，我推一擺去到世界生態藝術節，其中一啲嘅阿維努藝術節，去看下台灣團隊去到嘅，運用嚟團我哋台灣嘅表演能量傳遞出去。2018年阿維努藝術節對青年的戲師連辦一週年，故所以幾多團隊喺6月底陸陸續續坐飛機去法國的阿維努，其中一隊台灣團隊風色馬戲，因為演出時間同辦機嘅時間配合唔到，故所以能喺6月31日路從做馬拉松樣嘅愛國有耐力，以表演出來臨時戲劇場。好哦，1、2、3，超紧的，演完就马上下来卸妆，一边卸一边上车，然后就一边到另外一个演员家站附近，赶快冲澡，就只喷几场，8點半以前，可是7點20左右演完，就是很趕。一場喺北美館演出的 Oops， 風色馬戲上去創造一個想象中嘅像變魔術樣嘅戲劇嘅世界。故所睇我上場前，大家一有時間，都希望睇嘅暖身同練習。高潮！高潮！高潮！能運用馬戲、插把戲嘅眼神、手腳，韓國2種以上嘅身份變來變去嘅方式，像蟲嘅吞包嘅、肉毛蟲吞馬嘅，創造一個本單入魔、自家亂想嘅世界，描出有感有形式的嘅，一陣一天嘅阿烏石頭旅遊嘅全無窮樣嘅感受。氛圍呢有氣口有喜慶的氣氛，如果從本門用嘅，唔過等於表演出，大家談論實訴求，準備愛退場。11點40飛機，所以你們現在非常的趕。對，因為還要卸妝，還要沖個澡。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要坐10幾個小時的飛機。有導演弄得好，我們進去。今天有事下高雄，然後凌晨才坐巴士上來，回家睡2個小時。對啊，因為行李也都還沒整理。邊上車邊卸。哦，我已經差到一個程度了。嚟到阿維努藝術節，依然團一安多嘅盤，10萬嘅對半年呢。大家嚟到準備愛表演團廣場，已經連輪夜暗部無好所以高目嘅，一晚做的工係硬靠意志力睇嘅耐暖呢。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太極全能武術國手，替國家拿過很多牌，那個牌的數量多到比我身上零錢還多的那一種國手的家，我們要來他家洗澡，很香的那種。可是他說只能拍客廳，不可以拍房間啊。浴室的話也是可以拍全裸的那種，但你們不可以進來，拜拜。怎麼還快尷尬3樓啊！大家身腳細好嘅，總算感覺身心輕鬆加幾多。看到安呢，也過半年呢，從關路用嘅按摩hand嘅意義，沒總算唔是新冠仲係掛掉輪馬嘅嘢。沒有啦，我的午間在樓下了，剛到，然後我再分配他。很久了，我應該是從就是2、3月開始，我就一直覺得我都沒有在休息，然後就一直在爆炸。我記得好幾個晚上，我都在3更半夜度，就是工作到3更半夜，然後才回到家。終於來到這一步了。
離開台灣去到法國，方式嘛去嘛個按辛苦，咪就希望睇法國阿維奴會有新的展現。來維農見啊！維農見，來維農見啊！拜拜，真的是拜拜。另一方面，我哋幕後有意思的團隊，今日的過後，未強樣出發愛去阿維奴。也係阿姆頭9點，我睇桃園國際機場，幕後有意思頭一擺愛離開台灣，我哋愛去法國，愛去參加世界上台藝術節其中一嘅阿維奴藝術節。一擺台灣有3個表演團體，也愛去到幾個一組表演去表演，我哋愛去記錄也團歌唱，我也係猛一跳哦，愛嚟登記嘅。坐飛機坐為13點鐘，再個坐5點鐘的高鐵，又行愛等，爬蹊蹊花的22點鐘按9，我哋總算來到普羅旺斯西片的都市阿維奴。雖然有失敗開，不過還可以過聽。喺所有的行程還唔前開始前，我要先來聊一下。聽過日有鬧熱的太遊行，正經係講到如果聽，不過有精神的頭一項大事情。7點未哦，開起來唔差嗬。等下呢遊行喺8點鐘開始，7點睇下都開始跑嘅，因為有非常多嘅表演團體，睇下像係整隊去擺啲嘅路去過橋，不過睇下更加都40多人。副總大班嗰上面呢，睇下又會互相看一下，遊行呢咪會上一團呢協商。嗰種其實對於我哋外來嘅人來講，也都係嗰啲睇得前景嘅。嗰種嗰種嘅地底下遊行，我係用嚟嘅前景。然後看到台灣啲團隊原來有帶塔嘅哦，講而底下盤塔嘅，我超期待㗎，非常期待。Circus is a company from Taiwan, a company to Taiwan ship. 台灣一擺總共有4個團隊代表台灣來到阿維奴藝術節演出，其中除了方式馬戲以外，還有地模擬古新舞習、真快樂莊中劇團、團莊婷婷獨立製作。面對世界各地來嘅表演者，大家如簽名鼓、點出本等，會爭取觀眾嘅注意。人生頭一擺參加阿維奴藝術節，我都唱起芒色出空嘅山景海岸，那個事情對我來講，都唱芒色見怪用誒。你們會是什麼樣的表演？是一部肢體劇哦，2部，我們一起。謝謝。對啊，還有電影。謝謝。你給我一張嗎？而家錄喺下法文嘅唔地睇數碼嘅哦，不過而副總大班是在上面嘅，嗰時候睇下如果地協商哪一種也嘅，按你宣傳嘅目的都睇到嘅。頭下嘅街路宣傳無算乜嘅，也蠻正經嘅太遊行2時都會開始。當年7月的呀，阿維奴路嘅非常嘅鬧熱，現在1週年係一年嘅藝術節。阿維奴藝術節本作in turn off 兩種哦，因如果從喺官方一年有場差不多3-4集嘅節目 ，off 差唔多2500集。唔做你想想，怕會有一多嘅表演者團、表演團體來都有哦。也如果從一集表演藝術嘅一個超級市場，戲劇啊、舞蹈啊、音樂啊、馬戲啊、古典嘅現代嘅，愛嘛嘅有嘛嘅。按用嚟表示一個藝術節開始嘅，都係遊行開始。
大邦也到國際大型藝術節的舞台，佢哋藝術家唔但唱表態人哋自家嘅作品，同時咪希望上喺到各個國家嘅策展人嘅注意，安尼創作都會有機會來表現。1點鐘嘅遊行，嚟表示阿比農藝術節都安尼開始嘅。第4天8下來嘅人猛越多，唔但唱幾個人都睇充滿藝術的氣息當中。大家嘅心情未從本日鬧熱的氣氛感染到嘅。What do you think the festival meant to you? It's especially the occasion, the only moment of the year where all the comedians from France, French world, and even more can meet. It's the most concentration of cultural art, theater, music, circus, and all that in just one whole castle. So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I'm here for to show what I love, to se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I love seeing little jewels, something like that. Beautiful show that I can't see in other way because I don't have time. Here I'm here for my show, but all the other shows that I can see and enjoy. That's why I'm here mostly. The message of it is that today we can fight and live for our art, and that is important. 你们觉得这个艺术节怎么样？特别的丰富多彩。禮拜來到阿比農藝術節，也個遊行路本人非常嘅期待哦吼。真係說唔清楚有一度嘅後生人，其實唔單止後生人，不過非常多後生人睇啊，非常鬧熱，佢亂佢有法律。不過我本人感覺韓國印象嘅詞咩係，我會提講佢多後生人能對表演非常有夢想，佢想去睇安尼嘅人體。同人交流，韓國本人看到以上去做嘅東西，我感覺也個係佢本人溝通嘅。看所地鬧熱漸漸嘅嘢太遊行，唔會歸上去啲一個法國歷史上一等級嘅藝術節，而上來係用嚟神聖嘅模呢，而同一個南法小鎮。又有用嚟嘅關係呢？一隻嘅係桑維拉嘅路下，阿比農藝術節路係1947年由桑維拉一所創立嘅，而想去提供本表演者一隻是在展現現代創新作品嘅一隻平台。當然，也個時間呢，阿比農有非常多嘅古節，像手拖煙啊、學校啊，也都如果變做表演場所，古作作品也可以從睇團建築團開始人對話，也個係官方演嘅部分。另外路還有一啲 off， 路係我阿比農藝術節一團官方派呢規模運用。唔自家想辦法，唔自家自負盈虧，創業了自家來負責，唔路想辦法表現俾大家看，創嚟到一度路看唔自家嚟。睇桑維拉自家附近呢，路係有名嘅景點時鐘廣場。我哋一擺來嘅時間，都好逢到世界盃足球賽，法國踢入前4強嘅實況轉播，幾多法國人都看到唔會專業，咪就係講足球隊無限踢球嘅技巧。佢哋藝術家同時咪睇嘅新事故宣傳。一隻嘅係時鐘廣場，係阿比農嘅鬧氣一定鬧熱嘅素材哦，有非常多嘅傳統，還有幾多嘅藝人，因為也會來一隻嘅宣傳自家，還有睇下表演哦，因真係非常重要嘅本人看到嘅場合。不過也都介入藝人呢，因為是係一隻嘅4600人嘅表演者，其中一小部分嘅哦。那我台灣呢係1998年開始，第1年來參加阿比農藝術節，嗰時節有8隊台灣團隊來。那我對2007年一直到今，當年我哋也會有亞長台灣嘅表演團體一輪來參加我阿比農藝術節，做拓展國際視野同國際交流，每本人看到台灣嘅劇場能量。因為路看得到藝術家上空表空滿滿嘅匯報。每一種匯報其實都係代表一個團隊嘅夢想。世界級嘅藝術家都來到呀，愛自家看到世界，你愛世界看到自家。
那我俺们每个一个机会，好好来拜访一下阿维农艺术节应嘅买票中心。要这个呢，如係阿維農藝術節，應該正確嚟講係因啦，吼，如係因嘅官方藝術節嘅一個行政中心，咩包括主要唯一嘅買票嘅所在露台呀，你是看一下一個總體一定嚟講哦，啊非常大嘅廣場，因為平常時呢，假使有乜嘅記者會啊，還個有乜嘅工作啊，一條小件嘅東西，如果來到呀。已經看到有人排列的要準備買票的，韓國人呢有一啲過鐵票的所在，如係有隻扛棒吼，一扛棒以左邊下面如係買，右邊下面如係以上去前面，如係像人哋家私有睇用一個社交軟體嘅 Facebook 辦過嗰度有個票券交流中心，一個扛棒其實如係，喺個位睇當地下講，伊有乜嘅票啊買係嚟每個上去買。啊，伊都係提前嘅，如果人係伊買嘢，如果唔想去看，有時冇時間嘛嘅。如果講伊想去買，喺架如果睇下邊下，嗰種如果看得到聯絡方式啊，韓國有個內藏嘅票，伊想去買嘢，非常貼切。了解藝術節的歷史過後，我們去台灣團隊睇阿維農親腳展演嘅其中一場比賽——食品客宴。睇一隻有上百年研究嘅客宴，而本單係一間製作食品加工嘅工廠。一直到20世紀前期，能夠去過做客宴。也多年來陸續看過台灣團隊嘅作品，食品客宴總監對台灣藝術創作者有樣嚟嘅印象呢？Eh bien, comme chaque année, je suis très fière qu'il y ait ces 3 spectacles taïwanais. J'ai pu les découvrir sur des vidéos, puisque bien évidemment, ils sont venus de très très loin. Et je suis particulièrement heureuse de recevoir à nouveau une compagnie, la compagnie qui était là l'année dernière et qui a fait un énorme succès avec le spectacle de danse. J'attends impatiemment de pouvoir les découvrir en live dans la salle ronde, qui magnifie tout. 食品客宴總監唔單止係客宴嘅主人，而咪係一個專業嘅舞台客演員。睇冇那個咪有一間妙事客宴，每個集演出好看，有幾多人來看嘅舞台劇。大談好勢，按用嚟去看表演嘅路線過後，接下來會嚟韓國了解呀台灣藝術團隊睇阿維農係用嚟講嘢的。一開始先嚟拜訪豐盛麻戲，然後落腳嘅所在。阿維農嘅路上佢有幾條嘅上上維農嘅，也個面試非常貼切到。啊，表演團體來到阿維農，伊呢其實愛自家來全部來帶。豐盛麻戲伊呢都係睇呀，也係愛嚟前面呢。哦，也建築非常貼切到。聽講阿維農一片啊，係睇出少灰暗，也怕如係安尼嘅建築嘅特色。啊，唔看下嘅標準啊，也非常貼切。原來迄體啊，應該係喜好嘅哦，應該會吃醬魚啊。嗨，一如在嗎？在。这就是你们在亞維農住的地方。對啊，也不好意思，還沒綁頭髮，好，沒關係，很溫馨嗎？對，所以你們正在吃早餐。早餐剛有一部分的人吃了。哦，對啊，你吃飽了嗎？我吃飽了，吃很飽，但我還沒刷牙，臭臭。你吃了嗎？吃了，謝謝，謝謝，看起來很好吃。沒有，開玩笑的。我們拜訪過豐盛麻戲，而人嘅意義陶然，對阿維農並唔會生疏。每擺來到阿維農，而行起過數到溝通，尤其係看到很多國外嘅藝術家同表演嘅天意改變過，比如從睇麻戲當中加入生命嘅哲學。故所以喺2015年成立豐盛麻戲，都希望用無同樣嘅方式來表達，我為麻戲同來看麻戲嘅人，尋到韓國之美溝通同意義。那你們接下來今天的行程會是什麼？現在就是演員在梳化的時間，一直到12點半都是服裝設計創作的時間，然後12點40我們就會走出去劇院。但是就時間拉比較長，因為我們慢慢走，然後可能會稍微繞出去一點點，去比較人多的餐廳去宣傳一下。那我等一下可以跟着去嗎？可以啊。好，
太好了，可以，就是要黏着你们一天喽。好的，然后后面的行程就是你们就会都知道了，就给你们跟踪吧。好，哈，跟踪狂，好，没有啦，乱讲，好，拜拜。不知道这个要放哪里。明明都睇过些蔬菜，拜拜哈。然后看到伊呢，更加都睇无限的啦吼，更加都等伊呢无限黑，然后再看那是头翕嘛嘅安尼。我更加有看到呀，嗰種係因為伊能做馬戲啊，佢強白，故所以能呢馬達，如果搞嗰種之外的東西，我就看有乜嘅奇妙嘅事情啊！出去宣傳前，按到演員個個設計化妝同暖身，最尾大家再個去到食飯桌後，跪下再過來討論一擺。我要給筆記啦。豪哥，請坐。昨天你们有比较早进来，姊妹青妮跟世豪，就是应该说那个早是我们原本的点，就是其实我觉得让哈利可以做完一套他自以为的很认真，就是小丑自以为很认真的一套表演，然后你们再进来。你们今天试试看能不能听得到，因为他们在幕后面。跳进跳出左右跳那个昨天卡是，就是对，很快。然后接下来推也是很快，都超快。你给他一点时间，反正就是你摸完，然后你看他，然后再摸可以慢一点摸，然后因为音乐正在转，然后看一下世豪。但是也有可能很难，因为你如果站在跟觀眾之間的話，有可能他會壓到你。好，算了，還是原本的。討厭筆記嘅討論時間係自我反省，唔係調整。睇阿維農演出期間，做得個每日都會有，因為聽出愛每個人嘅腳步都調整好勢，當時的睇韓國台嘅舞台上，睇到韓國菜刀。發傳單咯！Go！ 跳動作哦，發傳單哦，落空氣哦。睇 off 嘅規則地度，每個劇團自己愛負責票房。故所睇街路上宣傳都一定重要，韓國睇一個熟悉的流通方式，但是如係一剎小嘅本一剎，故所以按用嚟睇一個表演藝術的戰場上有陽光人的表現，假如看大家嘅實力嚟哦。宣傳的方式會匹配哦，而如果常常咩行啊到人群裡邊，常常咩集群啊音樂唔會過太長，唔會唱其他嘅嗰種輕輕狂浪嘅哦，啊如常常啊行過去，如聽人面頭前，嘅順頭，如點到頭去，佢睇家己誒伊能去做嘅係乜嘅東西，是乜嘅翻譯，也講過非常簡單，我有非常直接嘅推廣，伊能咧一個表演係乜嘅。这2位是从10岁就练特技，练到18岁，就是从小训练的。然后姊妹是有到就是各种的舞团，一直在去有增进另外不同的身体的一些语汇，然后有很多的表演的经验啊，到国内外这样巡演。青妮的话，她是后来就跑到武术、太极的国手，就一直在拼比赛，替国家拿了很多牌。是我们客家之光啊，客家之光啊！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客家媳妇，对。世豪的话，他高中以前是美工科，然后大学之后才念特技相关。而且他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以帽子为主，然后在我们工作期间，他一边又练了铁环，越练越好，所以我们后来跟他工作比较多是铁环。这哈利呢，哈利的背景跟我比较像一点，我们都是普通高中，然后一直到大学还念戏剧，然后他擅长文字，很厉害，节奏感很好的一个演员。然后我就是乱七八糟、很天马行空的乱发想的那种喜剧演员，跟他搭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帮我把节奏拉回来的那一种，包括人生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
会有人买吗？应该会吧。On fait aussi le cours allemand, acrobatique, clown et bon appétit. Au revoir. 演 Merci. 出前，然后要宣传，演出后要宣传，听起来很累，但是其实它就是关系着我们的票房。有时候我们会先想好，我今天要做很多事，想完就很累，然后调整怎么去调试。我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想，时候到要做什么就去做，对，然后就一天就过了，你就觉得哦，好了，可以洗澡睡觉了。就是每天就会想太多，尤其是演员都在自己的状态，但是其实身边所有的不管灯光，然后行政、服化妆，他们其实也都陪着我们这样一整天。对，其实就是你多为别人想的话，自己其实就不会这么累。对。哇，生命导师，对。我觉得蛮好玩，是去晚上要贴海报，或者是那个状态，因为我完全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导演说晚上要去贴海报啊，什么样，然后几点出发，不然那个会变成什么战区跟怎么样。我想说有这么夸张吗？你去出去一看，全部都是满满的海报，然后每个人大家要抢位置，然后我才贴上面一个，然后下面另外一个团体就是接我下面的海报，已经在那贴，一个一个，对，真的很像战区，大家真的要比多这样子，对，遍地开花。睇街路巷连连沙沙演宣传，风式马戏嘅作品，起嚟嘅观众咪引来引到，咪价个有名声。一摆嘅作品运用嘅太极同马戏嘅元素，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那你们帮我放。当时一直觉得很有感触，是跟家人的距离是很近，但是又希望很远。那希望很远不是我想要逃离他们，而是我觉得远距离好像我会跟他们更好。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奇怪哦，明明那是血亲，然后也有那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你就会觉得有时候有人这样很近到底想干嘛？然后你又不会感觉到别人的对方的不舒服感，或是那个压迫感。我们那个关系是12很近的，然后12又是不可能接触他的，对，然后有时候又是感觉很陌生，但有时候又是很熟悉，就是那个关系一直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其实是蛮好玩的。那我觉得我还蛮享受在这里面。这次是因为刚好有距离这次的作品要来这边演出，然后我就想，那趁这个机会我也没有进过剧场，想来试试看好了。因为进来之后真的跟想象中的差蛮多的。
如果你能量要放到整个全部观众都感觉到你的那个 energy 的话，你就要转得很，你的范围就其实要很大。对。但是这次一如把一些能量的部分转化到戏剧上，所以不一定要靠那个转速一直去拉出来，就有那个能量。反而是做戏的时候会比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观众也可以感觉到。因为法国他们不只是看，他们也加入这场表演的感觉。其实一如的作品都很多其实都蛮适合很小的小朋友。对，就是完了，是我太幼稚嘛？动作小朋友应该就是对他，因为他又不是儿童剧那种要儿言儿语的，但是他说故事的方式就是都会很吸引小朋友。那中间串场很重要，就是这跟你以往的表演有很大差别吗？其实跟我以往表演差别非常的大，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做剧场跟漫才，它是一种站台喜剧。对。然后主要是我的表演形象是攻，然后观众是受，然后其实就像也是像有一种第四面墙存在，可是像这次的演出是完全必须要打破第四面墙的，而我必须要观察到他们给我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在我跟1对1的交流之中，让其他观众看到他的趣味点是什么。我觉得你的角色其实是很困难的，当下又要避免很尴尬的状况，对，我的心里都在尖叫，用海豚音的方向，对对对，但是内心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演员其实是很害羞的，对，他超害羞，他是个非常怕生，有时候对他有时候比叫上来的观众都还害羞，我们在笑死你！昨天是一个很害羞的小男生，对，然后你比他更害羞，说我比他更对，我们在台下都我曹哈利要爆炸，曹哈利要爆炸。然后今天是一个很大方的小女生，然后大家发现她比我还大方。用马戏来表现人同人之間嘅互相感情，豐富嘅集體語言，能夠對外國人來講充滿東方色彩嘅體貼，讓長貴多觀眾看嚟都留下過深嘅印象。馬戲本單元素路蠻有豐富嘅，演出方式馬戲以能嘅起理呢，用夾白幾多東西，像阿祖啊、魔尾啊、呼啦圈啊、魔鬼款啊，能夠武術啊、太極啊，非常多嘅東西，來呈現人同人之間無形嘅起理，蠻有特別。Really beautiful. I really enjoyed it. Very poetic. Yeah. I really I've seen this kind of circus thing before, but this was so much more artistic, and I really enjoyed that there was and there was also a story to it as well, which was really lovely. And then the kind of
adding the kind of comedic character as well was really wonderful, and getting people involved. And also the expression in the face and the look in the eye. Yeah. That's really cool. Comment tu trouves le spectacle? Et qu'est-ce que tu as senti pendant le spectacle? Que c'était des acrobaties, que c'était un peu de la danse, que c'était très joli. C'est très joli. Alors, quelle image qui a donné une vraie impression? La danse. Et comment tu trouves le costume de performeur? Bien. Alors, est-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tu vois le spectacle taïwanais? Oui. Oui. Alors, ça te tente d'y aller la prochaine fois? Oui. Ok, merci beaucoup. De rien. Mais en fait, pourquoi là-bas 不能再压了，再压到后面。开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来，然后就是一直在看有什么适合小孩子的表演的东西。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在海报上面看到，在路上看到，然后就打电话来。就是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讲法文，也没办法沟通，后来就是用 GPS 找地图来这边，对，比较有临场感，就是他会跟你互动，我觉得这个还蛮好。我们有一起刚刚看的那个好不好看？好看哦！你有看到什么？小丑，还有什么？还有环吗？有个很大的圈圈吗？然后你最喜欢什么？哦，大圈圈，大哥哥很厉害，对不对？你认得出是他吗？大圈圈在这里。你最喜欢那个、哦？他不要，陪他生气。表演結束過後，俺都團員先歸去錄卡了，聊到晏晡頭7點，又會準備再個去到街路巷再個宣傳。看水演出的愛，沒想愛學地位無窮樣嘅。跟着你们宣传完啊，觉得你们的演出很有趣，然后宣传的时候互动也很有趣。然后我觉得里面有很有趣是，我没有想到马戏会跟武术啊、太极融合。我觉得太极真的是很优美，然后又就是融合力与美的一种，那叫什么？那也是运动，然后也是一种就是身体运用。我可以学一下吗？我正要跟你说，看像你长得那么漂亮，感觉虽然很瘦，但可能有点力气，你应该就是个练武奇才了。来，欢迎我们的太极演员心妮，特级跟太姐，心妮好，来教心妮就是是我们的台湾的国手，对，得过很厉害的牌，就多到比我口袋的那个零钱，很好的形容。请你抱着一个就是哇，国手1对1被拜师，好好的拜师，这是很难得的一件。好，对，很厉害的老师，太难得了，太难得了。那心妮，你要教我几招吗？好，慢慢的把你的左脚打开，然后双手往上捧，再慢慢的按下来的时候往下蹲坐。好，第一个叫做野马分鬃哈。重心移到右边，收左脚抱球，再慢慢的变成弓箭步。好，白鹤亮翅，右脚收起来合抱，后坐右手上提起来。有一点架势哦。好，来左手打开，然后慢慢的把你的前脚提起来，再轻轻的放上去。好，最后一个动作，搂笑步，右手往下，左手往下，好，右手慢慢翻起来，到耳朵旁边，收前面的脚，落步，弓步，慢慢向前推按。好，起，吸气，吐气，收左脚。
难哦。其实我刚刚做的时候啊，几乎没有呼吸，因为很紧张，所以你们做的时候会那个呼吸是靠自己去运气吗？对，会要配合什么时候要呼，什么时候要吸？其实自然呼吸就好，但是有时候通常我们在做动作会忘记呼吸这件事。有时候比如说像抬手起来，很多人会常常憋气，然后再放松，然后憋气又放松。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吸气，然后吐气，对，配合你的动作，然后吸气、吐气合抱。哎，对，哦，有学过的感觉，那舞蹈的架势，吸气，啊，吐气，再配合呼吸，好，慢慢的吸、吐，对，调整你的呼吸，也要保持呼吸，好，再保持呼吸的做动作，很好，收前脚，好，平衡的时候要呼吸，要保持呼吸，好，不要憋气。好，慢慢的收，一样保持呼吸。睇西方嘅帮人上上下，好等东方嘅太极拳，有一种规模汹涌嘅滋味。所以我那学日记嘅轻基础嘅太极动作，都已经唔地按用嚟透气嘅。喺太极国术嘅强人，啥做得团中国武术更越到西方嘅马戏度方，端子冇按改。让人亲密嘅一只行程，都系在个行上嘅路头嚟宣传，希望睇无咁样时间来到嘅路上，会想到韩国多观众去埋头看戏，就算正确，又未系宣传到嗰條。然後行去青老年的一條街路，可能是人會嗰度嘛，因為就會有韓國度方式來宣傳人的那作品。青老年的一條街，共和國街，有幾多街路藝人睇嘅表演，咪係人幾多嘅其中一條街路。頭下能學係太極，我還想愛再過來挑戰一下太極拳。左右手大概開度是這樣子，這樣可以先上去嗎？這樣，我先幫你扶着。後腳跟可以再過去一點點，不要踩在後腳。對，腳窩直接。哦，腳窩。對，然後它會，你習慣往哪邊轉？右邊。右。往右邊轉，那就是跟我，它會有一個，這是原地轉，重心在中間的，是原地轉。等到对，可是等到是要控制的，它就会先重心跑到这边，跑到右脚来的时候，你接下来你要往你的这边走，所以你的左脚会出一点力，对。所以很靠核心。对，要靠核心，它会，待会过来的位置是在这边，然后你现在是在这边，你要转过去的时候是要翻一圈到你刚刚那个位置。什么？你只要抓住。好的。对，然后再换另外一只脚踩，右脚。这脚。对，踩下去。对，然后左脚踩。右脚，换右脚，左脚，右脚。右脚。哇塞，很晕嘞。对，这就是基本的原理。你再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那你这样要摔几次啊？很多次，我知道。对。因为有人扶，你会知道说哪里要停，对，哪里要对。可是没有人扶的时候，你就是一转就是一直转啦。没有一转就是摔，因为没有办法继续。如果是你自己要练的话，你要怎么样先有动力到那个旋转的位置？就是你的右脚拨，重心在这里，左脚在这边。所以你要让重心一直维持在中间。哦，哇，好好看哦！我要练多久才上的？其实应该可以上去，15分钟应该差不多。真的假的？因为差不多一共15分钟，哎，你没有可能再100多会。可以试试看加速，拨大力一点点。谢谢你，这样会害你没有打赏，赶快开始。其中一页，哎，6秒钟，可以啦。太难了，有没有马个节目搞主持人马个来做？
自己给自己的期望期许是，可不可以找到一种编导方式，或是每一次都找到不同的编导方式，可以让就是有台湾有不同样貌的作品，马戏啊，或是特技杂技杂耍这样的作品，才不会都只有炫技型的，它也有可能是可以讲故事。对台湾的欧亚出发，到阿维农每日的演出，团体介入向宣传，方式马戏千名股行销作品，本季到外国的朋友看到对台湾来的艺术能量。除了方式马戏以外，唔咪会归上去了解地模拟古新武习、真快乐庄中剧团喺法国的身份模拟。下一集继续谈论幕後有意思。向下來看台灣藝術團隊嘅大餅同獎詞。